大家好，我係燃動音樂嘅 Tony Sir，亦都即係音樂牧人。你發現今日嘅教學片有啲特別，因為今集嘅主角呢唔係平時嘅琴啊，而係我稱為呢 band 隊嘅靈魂 bass。會唔會呢？你教會呢就好似我好多學生分享呢，就好想夾 band，但係樂手呢一個一個都走咗，連司琴都不足。咁夾 band 咧，簡直就係個奢望啦，係咪？好啦，到咗開始有人想加入，咁大部分人咧第一時間咧都會諗起鼓手嘅。於是咧，大部分嘅教會咧就想培訓樂手啦，就開個咧鼓手訓練班嘅。咁然後咧好奇怪嘅，第三個成員咧就通常咧就會吉他手嘅喎，甚至咧係電吉他手。咁我咧就稱個咧叫做奇怪嘅組合，因為當中咧就缺乏咗一個靈魂啊。尤其係當你打套鼓嘅時候咧。你打出咗個拍子，但係偏偏呢個節奏呢，佢好似爭緊啲嘢唔係好明顯嘅。嗱，今日教學片呢，我希望呢讓你聽聽呢 bass 嘅重要性。咁我呢就揀咗呢仍能讚美呢首歌。咁原曲嘅 YouTube 嘅版本呢，就有齊晒所有樂器啦。咁其實而家好多歌呢，都會用類似嘅方式去編曲，而且佢嘅寫作嘅手法呢，好類近嘅。咁我呢，就用咗琴、鼓、bass 呢三樣俾大家聽聽，就已經可以做出呢好豐滿嘅效果。呢首歌呢，同埋而家好多我哋都好常聽到嘅歌呢，都幾適合我哋練 bass 嘅，因為呢，其實佢係基本上呢，就係用4個 chord 嘅循環，我哋叫 loop 啦。仍能讚美呢首歌呢，就係 B flat key 嘅，咁佢用咗嗰4個 chord 呢，就係4 chord E flat、1 chord B flat、5 chord F 同埋6 chord G minor 嘅。嗱，咁我啱啱咧就試咗咧喺呢個 bass 嘅上邊咧，咁我哋咧就亦都 show 一 show 咧我哋吉他嘅指板啦。其實呢個1、4、5、6咧喺吉他嘅指板上面咧，其實形成咗一個咧 T 字形嘅形狀嘅。嗱，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想入門學 bass 咧，你可以先從呢4個 chord去學起啦，咁因為咧呢個 T 字嘅形狀咧，佢隨住唔同嘅 key 咧，其實係同樣係合適嘅。譬如話 A major 咁咧，形狀不變嘅，只不過褪咗位。咁所以咧學吉他嚟講咧，我哋只要咧認清楚佢一啲嘅形狀咧，其實咧就相對嚟講咧就唔會係十分難嚇。咁當然咧我哋要彈 bass 咧，我今日只係想講一啲入門嘅方法啦。咁你要彈得好咧，其實都需要一啲時間。正如咧學琴、學吉他、學鼓都一樣。不過咧，如果你本身咧都係一個已經係有一定造詣嘅司琴，嗱，我好鼓勵大家咧可以咧去諗下學第二件樂器，就係 bass。咁當然你都可以學鼓嘅。咁假設你教會如果有鼓手啦，你亦都係唔似咧叫做司琴，咁你就培訓一個新嘅司琴，然後咧你就去學 bass，咁就可以咧做翻一個咧係合適嘅 full band 嘅組合。好，咁俾大家聽一聽咧，即係喺 bass 嗰個效果咧係點樣。咁我哋亦都有一個咧完整嘅仍能讚美嗰個嘅我個 cover version 啦。咁我亦都會擺喺個片嘅最後尾，咁大家都可以先聽聽咧，我夾一夾呢個開頭嘅部分。嗱，咁呢個開頭嘅部分呢，我就淨係只係用咗鋼琴加上人聲啦。嗱，我試下呢喺中間嘅部分呢加啲 bass， 你真係發現呢嗰個感覺呢會豐富啲嘅。4 chord。萬事出必有因，靠主永不抖震，全心感恩，過去今天以後，仍能讚美耶穌，決心唱出宣告，哈利路亞。呢就翻啲 bass 你即係覺得咧嗰個嘅圓滿性咧就低咗啦。嗱，跟住我去第二個部分，我試一試咧，即係同鼓嘅配合啦。嗱，咁我先即係隨住鼓手入咧，我入俾大家聽個配合，然後咧我拎走啲 bass， 睇你分到個分別咯。
2、3、4。讚你天父，我所有所得都只因你感謝，如所得榮耀都歸給你。好，停咗佢俾你聽一聽。嗱，即刻咧，佢個呢個聲咧薄弱咗，得翻個鼓聲同琴聲啪啪啪，加翻落。讚你全心真心，你與天可結告，萬事出現有因，靠主永不抖震，全心好，停一停。嗱，你發覺即刻咧空咗㗎，個節奏咧好似咧就借得個啪啪聲。好，咁教一教大家咧點樣入門去彈 bass 啊！嗱，咁大家留意咧，我而家用緊呢支咧係6線 bass。咁如果你通常教會咧，你又會有4線 bass。咁咧就你要將我最高音嗰條線啦，即係對底呢條嗱，同埋最近嗰條咧拎走，中間呢4條嚇。咁但係你都可以咧 search 翻咧，即係網上有啲嘅指版。咁我哋用仍能讚美呢首歌咧去做一個例子咧，因為咧佢都簡單嘅，佢主要咧係4個 chord 嘅循環啦，我哋叫 loop。咁咧就係4、1、5、6。嗱，咁我哋揾到個 B flat 嗰啲音咧就係佢度啦。咁頭先話咧佢嗰個形狀咧都係1、5同一格。吉他嘅指板咧，其實佢係形成咧嗰啲 T 字嘅形狀。好，呢個係1、5、4、6。好，點樣記呢？因為1同5咧嚇屬於一個咧5度音咧，我哋就會喺一個咧同一個格線上邊，由高音嘅1去到低音嘅5。好，由5咧向翻轉頭數2格。因為吉他一格咧就代表一個嘅半度，因為蘇同埋化咧係個全音嘅關係。好，相對嚟講咧，拉就喺度啦。好，呢個咧就係咧仍能讚美嗰個嘅 chord progression 啦。喺正歌嘅時候咧，佢係2拍轉一轉 ，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，副歌咧就會係4拍轉一轉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咁我哋就會試一試咧，加少少 technique 嘅，令佢呢個根音好聽啲。其實頭先咧我都做咗少少嘅技巧嘅。好，呢個係一個咧吉他嘅叫做 slide 技巧，只要咧撳住嘅食指。好，然後咧你可以用另一個手指由4去到1，跟翻拍子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呢個係副歌啦。如果你正歌就1、2、3、4。1、2、3、4。好，同樣係 slide。好，右手咧可以用食指啦。去簡單彈一下。好，一陣間我哋會用為中指嘅。當你彈密嘅時候呢，我哋就會好似個踏步咁。好，咁可以練下呢個呢基本嘅動作。一個8分音符啦。好，當我哋加入節奏嘅時候就好好聽啊。亦都係加啲 passing notes。好，5音嚇，呢個咧其實同咧司琴嘅做法一樣。咁頭先我哋話咧，佢同一格咧，佢低音嗰條線咧就會係佢嘅低音嘅5音。點解話4去1嘅時候我哋 pass 過去咧？因為呢個咧亦都係1 chord 嗰個嘅5音。
個可以用喺正歌啦。啲五音咧就會再豐富少少啦。好，咁我哋試一試咧，去做一做呢嗰個副歌咧，我哋可以點樣嘅做得豐富咯。而家冇 bass 嘅空洞啦，加翻咧就正。呢個位停咗去咧，你就發現成件事咧，即係靜咗、沉澱咗，慢慢入翻。準備。係好似唔入咁多嘅。等我估入啦。由於鼓咧都係屬於一個靜啦，我哋唔會加咁多 bass 落去。等我鼓入翻 full beat 咧，我就會加啦。好，咁我頭先咧就用多咗一啲唔同嘅技巧啦。咁當然，如果我哋係啱啱開始學 bass，我哋做唔到咁複雜。咁但係咧，頭先主要兩個技巧，一個咧就係咧一個係16分嘅音符，噔噔噔噔噔噔噔，配合個鼓聲；另一種咧就係齊拍。咁呢個咧就係正如我哋所講啦，就用你兩隻手指啦。咁你記住咧，就發數得呢個4、5、6咧，就喺呢條線啦，度咧就係呢條線嚇。如果你係4線 bass 咧，你就要揀翻頭尾啦，就1、2、3、4，OK。疏彈一物咧，即係就算個鼓咧同個節奏咧，都會帶出一啲嘅變化。好，咁啊，初學嘅時候咧，我哋就練啲啦。
slide。嗱，咁喺吉他裏邊咧，仲有一個叫做咧 hammer on 嘅技巧，睇咗可以慢慢加落去。嗱，你發現咧，我唔一定係每一個咧係彈足晒佢嘅，有時咧用 passing note 咧都係一個最基本嘅原則咧，就係咧做好你嘅拍子感嚇，拍子感。好，咁啊，亦都可以咧去試下咧用琴咧去彈 bass 嘅。咁其實因為有啲教會用電子琴嘅話咧，你係可以咧選擇咧電子琴咧去做一個咧 bass 嘅聲音啦。咁亦都可以咧幫你成隊 band 咧就豐富翻。咁當然啦，要第二部琴啦，係咪？好想咧同大家分享咧 bass 係好重要嘅。咁啊，如果你係想重建 band 隊啦，咁如果你已經係即係可以咧係增加多啲樂手，或者咧有多啲其他人咧做琴手，嗱，非常鼓勵你可以咧學 bass 樂器。讚美天父，我所有所得都只因你，感謝如所得榮耀都歸給你，天父，你的愛願備都加給我，深深讚美，全心相信你已編好結局，萬事出必有因，靠主永不抖震，全心感恩，過去今天以後，仍能讚美耶穌，決心唱出宣告。必有人靠主永不抖震。
全心感恩，過去、今天、以後，仍能讚美耶穌，決心將初宣告。